君咧，咁就咁樣好清晰咁介紹咗我。咁我嘅 Miss Mo 其實真係嚟自因為我嘅職業啦。咁我係不經不覺做咗28個年頭嘅補習老師。咁所以我啲學生或者我身邊啲朋友咧都稱呼我做 Miss Mo。咁其實我嘅中文名咧叫毛楚君。咁但係我同毛舜筠係冇關係嘅。咁非常之感謝糖果團隊俾呢個機會我嚟到呢個平台去學習同埋去分享知識。咁呢個產品説明咧，其實就我個師傅咧，其實就係你哋成日聽到嘅阿孝哥。咁佢咧喺屋企咧就成日都不斷練習，咁樣我就成為佢個學生。我終於都可以做下佢個學生去學習講產品説明。咁所以都好感謝阿孝哥咧，佢教導我點樣去分享呢個產品説明。希望我唔好失禮呢位師傅啦。咁首先祝大家咧新年快樂之餘咧，就最重要係身體健康，因為我好相信今日嚟嘅每一位咧，帶你嚟嘅朋友，其實佢就係想分享一個身體健康嘅資訊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咧好好去珍惜呢個機會，打開你嘅耳朵去聽一聽究竟健康資訊想話到俾大家聽一啲咩訊息啦。咁咧，其實新正頭咧呢幅圖畫就唔係好好睇嘅，但呢個又係真相嚟嘅喎。我哋好多時咧都會面對住呢一個情況。喺世界衛生組織2022年9月份嘅報告裏邊咧，我哋生活裏邊有10大殺手咧出現喺我哋嘅生活裏邊，例如心臟病啦、中風啦、下呼吸道感染、肺癌、老人痴呆症、肝硬化等等。而我最驚嘅咧就係第6項嘅糖尿病。咁點解會有呢啲10大殺手出現呢？就係因為人口老化啦、錯誤嘅飲食觀啦、無法避免嘅生活壓力、環境污染，導致到殺手疾病中環。而現代醫學界都遇到瓶頸危機。你發覺右手邊有句説話咧，就話2019年死亡人口咧係有74% 係死於頭先10大殺手嘅慢性疾病。其實個概念係咩呢？我哋新年應該有好多人都有打麻雀嘅，4個人打麻雀裏邊咧有3個人咧都不幸地係因為呢啲疾病咧而離開我哋嘅世上，只有1個人咧有機會咧可以幸免於難嘅啫。咁但係近年咧醫學科技大突破咧，就發現咗幹細胞呢一樣嘢。咁幹細胞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原來幹細胞咧係所有生物器官嘅原子形態啦。佢個運用範圍咧係廣大到無可限量，具有不可思議嘅神奇本領喎。咁小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都會讀常識科咧，你哋成日都會聽到咧一個卵子同精子嘅結合咧就成為受精卵。咁而家咧我哋就可以稱呼佢做幹細胞。咁幹細胞咧係經過複製過程裏邊咧就囊胚分裂成為囊胚。咁我哋人體裏邊嘅心肝脾肺腎頭髮，甚至乎去到腳趾甲咧，分裂成300多種幹細胞。經過偉大嘅媽媽10個月嘅孕育咧，我哋嘅寶寶咧就出現喺我哋嘅世上啦。咁幹細胞突破性嘅神奇本領咧，其實唔係淨係我哋講嘅，有好多醫學文獻嘅雜誌咧都曾經有好專業咁樣報導過。我自己咧最大感受咧就睇到一個咧100歲嘅身體，100歲嘅壽命咧有50歲嘅身體，其實大家想唔想啊？我相信大家都想啊！你諗下，如果一個100歲嘅老人家咧，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仲可以喺個社會度咧好開心地生活，一件非常之有福氣嘅事情。咁另外咧，原來幹細胞仲可以治療痛風性嘅關節炎啦，同埋咧仲可以治療心肌梗塞喎，即係有機會將來可能我哋未必需要有通波仔呢個手術㗎咯喎。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有個小朋友咧，因為出世嘅時候四肢咧個活動係唔係好靈活嘅，咁經過去注射肚仔腦部幹細胞咧，都幫我可以改善到佢四肢嘅問題。所以醫學科技大趨勢其實已經係事實嚟㗎啦，即將咧改變咗我哋嘅現今醫學用語。咁現今喺市場上有啲咩方法我哋可以攝取到幹細胞嘅咧？咁咧有一個方法其實唔係近年嘅，已經咧超過咧好幾十年嘅歷史，就係去瑞士注射胎盤素。咁呢個方法咧係相當之昂貴嘅，有好多富豪名人咧，佢哋咧每年都會去做呢件事。咁但係呢件事咧，除咗費用昂貴之外咧，就需要大量嘅時間，所以其實唔係一般人咧都會揀呢個方法去做，或者有能力去做呢件事。咁既然有昂貴嘅市場咧，咁平嘅市場咧就會出現咗喺我哋而家。
好多時我哋去美容院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個美容師咧都會介紹去注射胎盤素。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安全嘅考量去考慮下，究竟佢注射嗰位係咪專業人士啦？又或者佢用喺我哋身上邊嗰個產品，究竟係咪一啲好嘅產品、優良嘅產品？所以咧，我哋就要考慮下究竟做呢件事係咪有安全嘅考慮啦。咁另外咧，近呢10幾年咧，我有身邊有好多媽媽咧，為咗照顧寶寶嘅健康咧，佢都會選擇咧喺佢生產之後咧，就會去儲存臍帶血。咁因為咧，呢啲臍帶血咧可以咧做一個保險，當 BB 喺0至20歲嘅時候有一啲嚴重嘅疾病嘅時候咧，呢個臍帶血咧係可以幫助佢咧治療佢身體嘅疾病嘅。咁所以好多媽媽咧都會雖然亦都好咧，都幫 BB 去買定呢一個保險。咁另外咧，咁我哋成年人都可以儲存幹細胞嘅原來，咁但係咧就要睇下你個身體質素健唔健康啦，同埋咧費用都係相當之龐大嘅。咁另外咧，有啲比較嚴重嘅疾病，例如癌症、血癌啊嗰啲咧，就會選擇去醫生咧會建議去做一啲幹細胞移植手術。咁個過程係相當之痛苦嘅。我身邊有一個朋友咧有骨癌嘅情況，佢曾經抽骨髓，佢話俾我聽咧，喺一個冇麻醉嘅情況底下咧，佢要抽骨髓嗰個針咧係直9支飲筒咁粗，係相當之痛苦。我相信大家都唔想面對呢個咁痛苦嘅過程。咁另外有一個習慣，有一個方法係好好嘅，係免費嘅。咁就係咧良好嘅生活習慣。但係咧有好多因素咧，我哋要有咧，我哋先可以真係做得到。第一個咧就係飲大杯水。唔知大家咧能唔能夠飲到大杯水嘅咧？可以。可以。咁你哋都好乖喎，因為我身邊有好多朋友話俾我聽咧，飲大杯水對佢嚟講咧係一件好難、好難、好困難嘅事，所以亦都唔係個個人做得到。咁另外除咗飲大杯水之外咧，要早睡早起啦。另外咧仲要有每日30分鐘嘅帶氧運動。其他人做唔做到我就唔知，我咧都唔敢應承做到30分鐘嘅帶氧運動每日。係啊。咁另外就仲有咧要遠離一啲咧激素嘅藥物啦。咁即係話呢個方法的話咧係要需要持之以恆，同埋效果咧就未必可以真係堅持到落去，所以亦都唔係一個最有效嘅方法，甚至乎都市人咧要充足睡眠都係一個好奢侈品嚟，我相信。係。咁究竟有冇一種方法又方便又有效，一般人都消費得起嘅咧？咁就係我哋口服膠囊高科技嘅誕生。咁呢度咧有6幅圖畫，即係我哋有6大嘅技術咧。咁第一個技術就緊我介紹下啦，就係超臨界流體萃取。咁佢係一個從物料中分離提取，保留更高品質嘅營養成分嘅方法。而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凍乾保存技術。咁佢將我哋嘅細胞保存並維持其生物嘅活性。咩意思咧？好多時我哋屋企都有綠豆同埋紅豆嘅，如果你唔用佢嘅時候咧，擺3、4年咧，佢係應該唔會變壞嘅。但係當你將佢擺喺一個適合嘅環境同埋有充足嘅水分之後咧，佢慢慢會發芽生長。其實個概念就係等同呢一個啦。咁第3個咧就係一個氮氣活膠囊技術。咁我哋就會將我哋嘅幹細胞咧放喺一個氮氣活膠囊裏注入氮氣。咁一體成型嘅膠囊裏邊咧，就可以將佢唔會令到啲細胞會因為氧化而腐壞，同埋可以避免細菌感染啦。咁而第4項咧，外面咧有個腸紅包衣技術。咁點解要有呢個技術咧？因為我哋胃裏邊咧有一啲胃酸係一個強酸性嚟嘅，咁佢好多時咧會將一啲有效嘅成分咧都會破壞咗。咁而我哋可以將佢咧唔使喺個胃度消化，而落到去我哋小腸先吸收嘅時候咧，就將最好嘅成分咧喺小腸度正式吸收。咁所以咧就被小腸吸收達到最好嘅吸收效果啦。咁而第5項咧就係乳化分解技術。咁啊，將一啲較大嘅顆粒咧分子咧，可以透過我哋嘅膽道與微粒技術，等我哋吸收得更加好嘅成分。而第6項咧就係生活活性膠囊技術。咁我哋可以咧喺呢個腸嘅時候咧，就一個鹼性嘅環境，可以迅速咁樣溶解我哋嘅幹細胞，咁確保我哋有效成分咧，俾小腸吸收得最好，提高我哋生物活性嘅吸收率。咁將最好嘅成分咧，就喺我哋身體度咧運作啦。咁因為有頭先6大高科技技術咧，就出現咗我哋第7代嘅 Patia。咁 Patia 咧，我哋中文咧叫純潔的綠。咁點解會講純潔的綠咧？因為咧，我哋嘅核心成分咧，其實就係用綠嘅。
咁自古就有六辛八寶之説，原來鹿裏邊咧，無論我哋嘅鹿胎、鹿茸、鹿筋、鹿血、鹿心、鹿皮咧，都係好好嘅嘢嚟嘅。咁原因係因為咧，自古有講鹿咧係體態健美、通達人性、能辨別牧草嘅良藥，故有仙獸嘅美譽。我聽好多前輩講咧，話俾我聽咧，原來啲鹿咧好叻嘅喎，佢識得分嗰樣嘢有冇毒嘅，如果有毒嘅嘢佢唔會食嘅。咁所以佢哋就只會係自然咁樣死亡而唔會病死，所以我哋用鹿做我哋嘅核心成分咧，就係一個非常安全嘅材料啦。咁同埋咧，頭先咧有一項我漏咗講嘅就係，因為我哋咧喺過程裏邊係唔需要宰殺任何鹿隻，所以素食者咧都可以安心使用嘅。咁我哋個產品咧由2008年開始面世，嗰陣時咧只係5項成分嘅啫。經過不斷嘅進步、不斷嘅研發，到2018年嘅時候，即係我哋第6代嘅時候咧，已經係12項嘅材料。咁我好感恩咧，當我哋認識 Pattaya 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第7代，即係話我哋食緊嘅嘢咧係最有效益同埋最好成分嘅材料。咁而且咧，老闆係真係非常之偉大嘅老闆。原因係因為咧，雖然個成分不斷加，但係我哋公司係從來都冇加過價錢。咁即係代表住我哋公司係一個良心嘅企業。我都想借助大家掌聲咧，去感恩我哋嘅老闆帶咗一項咁好嘅成分嘅產品俾我哋。咁點解人我哋要服用營養輔助品嘅咧？我相信咧就不離呢7個波啦。第一個就係我哋要補充營養啦，另外要預防啦、調養啦、排毒啦、修復、維持同埋保護。咁究竟點解我哋話我哋嘅產品係一個好好嘅產品咧？因為我哋咧呢款產品咧係可以完全全方位咧嘅輔助品，即係我哋一粒擺落嘴巴的話咧，就已經可以完成晒呢7項嘅過程。咁我相信香港人咧成日都好中意食套餐嘅，咁點解咧？因為方便同埋容易咯，唔使揀咯。咁而且咧，當咁方便嘅時候咧，我哋能夠咧持之以恆去服用我哋嘅產品咧，就會更加做得到。因為有好多朋友成日話俾我聽，好多粒啊，好煩啊，咁食下就會唔食㗎啦。咁但係而家咧咁方便嘅產品咧，只要放一粒落嘴巴咧，就可以每日保護到身體啦。咁除咗頭先6大科技技術之外咧，我哋醫學實驗證明，我哋仲有5項嘅專利成分。你發覺有5幅圖畫咧，第一幅圖畫咧係我哋嘅母鹿，咁母鹿咧就係我哋叫做鹿胎活水，佢源自紐西蘭，通過超臨界技術咧保留到佢最高品質嘅鹿胎盤嘅。咁而第2項嘅圖畫咧就係一個公鹿嘅，咁我哋個名稱咧叫鹿茸蠟水，咁我哋只係咧攞鹿茸上邊最頂部嗰2-3片嘅毛蠟片，亦都係最珍貴嘅部分，嗰度有最多嘅幹細胞嘅部分。咁而第3項咧就係一個普亞心造，咁呢個人參咧係源自紐西蘭火山浮石泥栽種嘅人參，佢嘅皂苷含量咧係比一般坊間嘅人參咧係高出好多倍，所以佢能夠提高我哋嘅吸收率之餘咧，佢可以幫我哋提升我哋嘅免疫力就會更加有效啦。咁而第4項咧，你哋成日都會見到佢咧，好似一啲樹枝咁樣。咁其實佢唔係樹枝嚟嘅，佢呢個名稱叫活換一酶，佢其實係鹿角靈芝嚟嘅。咁呢個係靈芝中嘅天花板頂級極品。佢只採用咧佢頂端白色部分嘅增生點咧，嗰度有好多豐富嘅三萜類同埋多糖體，佢能夠幫我哋咧有抗氧化嘅效果啦，同埋咧令到我哋身體可以吸收更加多嘅好處。又或者喺坊間裏邊咧，你哋成日聽到靈芝孢子咧，其實咧係因為佢嗰個白色個部分咧，嗰個靈芝孢子佢噴發唔到出嚟，而一路咧喺佢自己個頂部不斷增生，所以佢哋咧嗰個成分咧係會特別高嘅。咁而第5個咧，一啲白色嘅草莓，咁其實佢個名稱咧叫核心藥鹽。咁咧好多時咧有啲朋友話俾我聽，我喺街度都見過，但係咧如果你喺街度買落去就咁將佢食咗落去你個嘴巴咧，都做唔到呢個效果。原因因為我哋高科技嘅技術咧，係通過一啲特別嘅方法去整株草莓，無論佢嘅根莖葉果子咧，就去攞佢嘅最好嘅成分。咁佢係人體內 NF-κB 產生聯動反應嘅關鍵鎖匙，即係話佢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咧揾到一個更加好嘅抗炎功能咧，令到我哋保護到身體。因為好多時我哋咧一啲亞健康嘅疾病係因為我哋身體嘅炎症而造成嘅。
咁除咗頭先嗰5項咁專利嘅成分之外咧，其實我哋 Pattaya 咧裏邊咧仲有9種咧喺坊間裏邊你成日見到嘅營養成分嘅產品，即係例如喺萬寧啊屈臣氏你都會見到。不過咧咁多種成分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即係話可能佢補眼嘅有好多種，或者佢補腎嘅有好多種，或者補肝嘅有好多種。不過咧想同大家咧特別提咧就係我哋有個確藻糖膠嘅成分，嗰個咧其實咧係而家有好多國家嘅治療癌科醫生咧都會選擇用佢咧嚟治療有癌症嘅病人嘅，因為佢個成分裏邊咧可以咧令到我哋嘅癌細胞咧24小時咧自然凋亡。咁另外咧蘋果多酚咧有好多女士都曾經聽過㗎啦，因為咧我哋細個都聽到咧成日都講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呢一個口訣。咁而我哋嘅 Pattaya 裏邊咧係有100個蘋果嘅蘋果多酚嘅成分，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有好嘅效果之餘咧，同埋可以解決到我哋冇可能食到100個蘋果落肚嘅過程㗎嘛。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咧，我特別會講一講就係月見草油。原因咧，因為月見草油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女性咧係治療到我哋婦科裏邊嘅疾病。咁所以咧身邊裏邊咧，我相信有好多女性朋友都曾經話過俾我聽咧，每個月都有痛苦嘅，可能有經痛啦，或者一啲咧婦科嘅炎症。咁而月見草油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保健品咧，幫我哋照顧到我哋嘅婦科嘅健康。咁而琉璃巨油咧，佢嘅功能咧就可以幫我哋降低我哋嘅膽固醇、高血壓。我相信咧香港人咧高血壓同膽固醇呢個名一啲都唔陌生，有好多人咧都因為平時嘅飲食習慣而令到自己有呢啲情況發生。咁所以咧，我哋嘅 Pattaya 裏邊係會有一啲咁好嘅成分，就係因為呢個咁完美嘅配方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有補充、預防、調養、排毒、保護、修復同埋維持，唯一可以做到全方位嘅輔助品嘅功能，一粒搞掂晒。咁呢幅圖畫裏邊咧有條好長好長嘅花咧，原來話俾我哋聽咧，喺2019年嘅死亡人數比例裏邊咧，有1800萬人咧係死於我哋嘅心血管疾病，但係反而咧你睇到咁多個名稱裏邊咧係冇自然死亡呢樣嘢，即係話原來我哋面臨嘅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我哋好多時因為生病而離開我哋，同埋可能你生病之後咧唔係即刻唔喺度嘅，可能你要經歷好多痛苦之後先可以過程令到我哋唔喺呢個世上。如果我哋揾到一個方法保護自己，而令到自己可以好舒服咁樣自然地離開，會唔會係一個好好嘅考慮咧？係。咁就係因為一個咁完美嘅配方 Pattaya 第7代咧就出現咗喺我哋而家嘅產品裏邊。你發覺呢14種咁靚嘅，其實係我哋嘅自然天然食物嚟嘅，係。咁所以咧，其實無論係孕婦啦或者小朋友咧，都可以好安心服用我哋第7代嘅 Pattaya。咁所以我哋公司有個 slogan 咧，就係匠心鑄造靈魂之作，因為經過咁完美嘅配方，而呢個第7代嘅產品就面世。咁頭先講完產品咁好啦，咁而家咧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下力匯有冇得做啦。我哋嘅老闆林文峰總裁咧喺2008年咧，從一個馬來西亞大山腳嘅地方，喺一個200尺嘅辦公室裏邊開始做呢門生意。佢最初係帶住38樽我哋嘅產品，就同4位老人家咧去用傳口嘅方式去介紹呢個產品。經過4週年咧，你發覺由一個4人嘅規模演變咗一個1000人嘅規模嘅盛事。繼而去到2018年10週年咧，已經去到萬人嘅宴會。即係話緊俾我哋聽咧，其實嗰個複製嗰個力量係好大嘅。到2023年15週年咧，雖然我咧就未有幸入到嚟力匯公司，但係咧呢度有好多位師姐師兄咧就話俾我聽咧，呢一個宴會咧簡直就係好震撼，因為原來咧呢個宴會係一個2600圍嘅宴會。係，你想象一下2600人2600圍嘅宴會，即係話每一圍10個人咧都有26000對筷子碗筷嘅宴會咧，簡直喺我角度就會覺得不可思議，點解可以咁完美嘅宴會而可以衍生到？咁所以當時咧，台灣有一啲媒體咧都爭相報導我哋公司呢一個
大型嘅宴會。咁大家可以睇下呢一段新聞。南部流水席没有最狂，只有更狂。一群人在音乐声中挥着旗帜进场，放眼望去，上千张圆桌，吓死人。到了晚上更震撼。感谢所有朋友热情的出席。超过54米长、31米宽的大舞台，还有高空烟火，甚至艺人轮番上阵演唱。不说还以为是来到跨年场了，但这其实是企业的尾牙晚宴现场。2万人这样的晚宴，我们相信整个亚洲、东南亚其实可以符合的场馆选择并不多。然后第二个看中了就是台湾有自己的办桌文化，并在南高雄，我们就希望能够吃到在地板豆的一个出肉菜的味道。新加坡商立汇国际是从事保养品的传销公司，从去年9月开始规划，最后选定高雄亚湾的83期空店席开2600桌，举办了15周年欢庆晚宴，光是整地桌宴就要快3000万，而交通的高铁票还包了350部的游览车以及住宿等，砸近亿的重金打造超浮夸尾牙，让附近民众好羡慕。因为舞台大有够大啊！谁打跨栏会打到了？哦，第一件我看到，那个老板真的有钱。台糖街快7公顷土地呢，是办了2600桌，联动带动周边的一个住房商机。因为场地、天气等因素，决定在高雄办尾牙，超霸气晚宴也替高雄观光带来商机。海内外2.6万名的会员，以交通部观光局统计，平均旅客消费力每人2000元来计算，说估就能为地方带来5000万商机。而晚宴选择户外办桌，也让海外人士接触到台湾独特的辦桌文化。TVB 新聞 MC 劉璇高雄報道。其實這次專能夠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咧，2600圍嘅晚宴咧，即係話有2600條魚同埋2600隻雞可以熱辣辣，可以咧呈現喺嘉賓前邊咧，簡直係一件好偉大嘅事情，因為絕對唔容易嘅。即係如果你曾經辦過宴會嘅朋友咧，另外一樣嘢咧，最大令我深深感受到咧，有好多好有錢嘅老闆好多，但係能夠咁捨得嘅老闆咧，我就真係第一次見。可以咧俾到一個咁好嘅宴會，大家其實目的就係表揚我哋一啲好好嘅領袖之餘咧，就係想俾到一個咁好嘅環境俾我哋咧，去輔助我哋去做好呢盤生意。咁所以我絕對覺得我哋嘅老闆真係好偉大，希望大家可以再一次俾個掌聲我哋嘅老闆。咁經過咁多年嘅進步咧，我會形容係。到2023年咧，其實我哋公司咧有好多好消息咧，就陸續出現。喺台灣總行嘅開幕係林口嘅辦公室，係直頭係買咗一笪地去起呢個辦公室嘅。咁我咧因為早排冇跟到阿孝咧去台灣，咁阿孝咧去完呢個辦公室話俾我聽咧，哇！如果你有機會去見到咧，你會覺得呢個辦公室係好勁嘅，淨係咧所有嘅設備咧都係智能嘅，咁樣咯。咁到2023年咧，我哋新加坡嘅總部咧又繼續開幕啦。咁你發覺咧，又係一個好宏偉嘅辦公室之餘咧，其實呢個辦公室咧係俾我哋用嘅。我哋所有嘅領袖、直銷商咧係可以免費用我哋嘅辦公室去將我哋呢個產品去介紹俾我哋身邊愛嘅人。關我哋事啦！2023年7月份咧，我哋香港嘅總行開幕啊。咁雖然我都未入嚟嘅嗰陣時。但係咧，我聽到咧啲師兄話俾我聽咧，當時咧樓下係萬人空巷咧，排隊上嚟咧要好幾個鐘頭，直頭咧係要邀請警方咧8次邀請警方幫我哋疏散人群、疏導人群先可以上到嚟辦公室。咁而最近咧2024年8月份咧喺印尼咧總行都開幕喺呢個巴旦島裏邊咧去開幕呢一個辦公室。有一樣嘢咧我好深刻感受嘅，你發覺咧我哋咧。每一個辦公室咧，嗰個規模咧係好似大學嗰啲研討會嗰啲課室咁樣，即係證明老闆咧係用咗好多心機去諗我哋個辦公室點樣去設計，去幫助我哋咧得到最好嘅培訓，同埋得到我哋最好嘅運用呢個辦公室。咁你會憑乜嘢做到咁好成績咧？咁就係憑我哋嘅制度公平啦，另外產品效果頭先都介紹過啦，另外就係最重要嘅倍增模式。
咁乜嘢係倍增模式咧？咁呢一個圖畫裏邊咧，你見到2023年2月份咧，我哋嘅老闆林宏峰總裁咧，就喺1000多位嘅飛馬領隊裏邊咧，甄選咗600位嘅飛馬領隊咧，去學習上一個19小時嘅培訓課程。而我哋榮譽飛馬Candy姐咧，亦都係其中一位座上客咧，去參與呢個課程。經過老闆嘅培訓之後咧，之後有100場喺唔同地方嘅國家嘅培訓會，繼續去將呢個培訓會去複製。咁 Candy 姐都係其中一位講師。咁其實所有嘅事情咧，已經證明咗呢個模式咧係絕對係一個成功模式，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咧去發展我哋呢門生意。咁原因係因為咧，我哋嘅獎金制度好公平嘅，無論係由2008年第一代嘅師兄入嚟力會發展，到而家天龍首席最高評級嗰個領導人，甚至乎今日你哋新入嚟嘅新人，只要你參加我哋呢一個制度的話咧，我哋得到嘅獎金咧係完全一模一樣。即係當你一入嚟嘅時候咧，你已經有呢一個獎金制度可以分到呢一樣嘢啦。咁力會而家先真正爆發，點解咧？因為你會發覺咧，其實而家可能你身邊咧，你同佢講力會公司講 Pattaya 咧，其實都唔係個個聽過嘅。即係話呢個時間就係一個好好嘅發展時間。只要大家唔排除呢個可能性的話咧，咁佢就將會成為你嘅可能性。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咁如果你哋有啲咩詳細嘅資料想問的話咧，你可以問翻帶你嚟嗰位朋友。多謝大家。